菜馆行就咧放炮啊，因为有喜事，伫情人节这2天开出今年头一个大奖，就是连共32期的威力彩头奖，一个人得到12亿1千万。卖出头彩是台中市大甲区新玉龙菜馆行。公告开出头奖，规间店充满喜气，有真个乡亲想要碰一个福气。今日总共要上来买，看我大哥就大奖无？碰迄个着威力彩大奖吼，看我大碰的福气无？我们家的小孩传简讯给我说，叫我一定要来。为什么？因为这里开12亿的威力啊，我还今天特地来包牌。这间菜馆行已经开超过5年啊，毋若是店内开出头一个威力彩头奖，嘛是今年新春所开出来头一个大奖。头家讲，伊真接去拜土地公，也是到大家镇南宫求神明，为人客带来好运。心情很开心，应该是香客，因为这边来来往往的客人很多，就是我们这边临近大甲镇南宫。这间菜馆行开伫大家镇南宫的边啊，得到头奖的人到底是在地人，还是外来游客，无人知。在情人节这1天，唔有爱神嘛有财神爷。就是我每个月都会去拜土地公，然后跟土地公求说，祈求土地公带有缘人来店里中头奖。情人节这1天得到头奖人，不管是查甫还是查某的，扣税了会使领9亿6千几万，瞬间变成1万的富翁。这个头家讲会继续祈求神明保庇，希望讲会使开出后一个头彩。我是陈雅玲，想要跟我一起从零掌握天下事吗？赶紧按下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的订阅按钮，开启小铃铛，跟我一起探讨公共议题，给您最专业的华视新闻。